如果中意戶外活動嘅朋友咧，溫哥華絕對係一個好合適嘅選擇嚟嘅。無論係行山、落水、滑雪，應有盡有。但佢又兼有大都市嘅繁華同埋方便，怪唔得咧佢長期被評為世界上10大最宜居城市之一啦。咁大家一齊嚟睇睇溫哥華到底有咩睇同有咩食。咁第一站嚟到溫哥華個 Granville Island。咁 Granville Island 咧，雖然個名咧係叫做島啦，咁實際上咧佢只不過係個半島，因為咧佢係同溫哥華市中心嘅陸地咧係連埋一齊嘅。Granville Island 喺19世紀嘅時候係溫哥華嘅工業重鎮，後來溫哥華嘅工業式微，後來咧就變咗公園同埋市集啦。呢綠之處咧本身係舊水泥廠嘅其中一部分嚟嘅。喺2014年嘅時候，經過巴西藝術家嘅用心改造，就變成咗6個又 colourful 又得意嘅可愛巨人啦。咁 Public Market 裏邊咧有各種嘅美食，但係必定要試咧就係呢個酥皮海鮮湯啦。I want one salmon chowder pot pie。知唔知邊個嚟到 Granville Island 咧，酥皮湯咧係必試嘅嘢嚟㗎。咁我而家試一試呢個三文魚酥皮湯。哇，好 creamy 啊！三文魚味好重喎，真係。呢度嘅芒果同埋橙大概3個幾4蚊加至1磅，睇落幾新鮮喎。咁 market 裏邊有各式各樣嘅沙律、海鮮同埋甜品，真係睇到都流晒口水啊！喺 Granville Island 除咗食之外咧，仲有各式各樣嘅當地人表演。呢位阿哥嘅平衡力真係犀利嘅。咁呢個咧就係位於溫哥華 Guest Town 裏邊好有名嘅蒸氣鐘啦。咁佢咧特別之處咧，佢就會噴出一啲蒸氣咧去報時喎。雖然呢座蒸氣鐘咧睇起上嚟好似維多利亞時期古舊嘅 style 啊，但係其實佢喺1977年咧先至係起好嘅。咁其實係一種仿古嘅設計嚟嘅。咁雖然理論上咧佢每15分鐘咧就會噴一次蒸氣去報時，但由於佢其實唔係好準啊，咁所以嚟講咧就有啲誤差啦。歡迎嚟到溫哥華嘅漁人碼頭，呢度咧相當於香港嘅西貢喎。咁咧大家見到好多漁船咧，將當日新鮮打撈上嚟嘅海鮮咧喺呢度賣嘅。我哋一齊睇睇有咩海鮮。咁呢度最受歡迎咧就係魷魚同埋蝦啦，特別新鮮嘅 catch of the day 嚟嘅。It's fresh, oh. Oh, great. 大家睇啲蝦幾生猛，啱啱捉上嚟嘅啫。全世界咧都有唐人街，我哋而家嚟到呢個溫哥華嘅唐人街，大家睇睇到底有咩睇？咁唐人街咧相對嚟講都比較鬧教少少啊，咁大家睇到日光日白咧都好多人瞓咗喺街度，咁應該係剔咗嘢啦。溫哥華嘅唐人街咧就始建於19世紀末，咁當時咧由於要興建呢個太平洋鐵路咧，於是咧中國有大量嘅華工咧就漂洋過海嚟到溫哥華呢度。咁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咧，嚟到溫哥華嘅華人移民咧開始移居去第二啲地區，例如 Richmond， 咁所以咧唐人街咧就開始式微啦。咁呢度嘅唐人街咧依然保持一個威水嘅世界紀錄，就係擁有全世界最窄最瘦嘅樓啦。嗱，大家睇到呢棟樓咧有個名嘅 Skinniest in the World。咁啊，呢個係全世界最窄最瘦嘅樓嚟嘅。咁到底有幾窄咧？大家睇睇啦。咁啊，兩隻手臂伸開，啱啱好。咁咧，佢個樓嘅寬度咧就有1.8米，長咧就30米，係全世界最窄最瘦嘅樓嚟嘅。咁就喺溫哥華唐人街呢度啦。喺1887年嗰時候咧，太平洋鐵路咧就興建好，咁啊就將呢個溫哥華同埋加拿大其他地方連接起嚟。咁嗰時咧，好多人咧就睇到呢個溫哥華發展嘅機遇。咁其中一位蘇格蘭商人咧叫 George Mackay 啦，咁佢喺1889年嗰時候咧就將 Capilano 河流兩岸嘅土地咧買咗落嚟，然之後就興建咗第一條吊橋。
將河流兩岸咧連接起嚟嘅。咁呢條橋咧有104米長、70米高，相當於大概20層樓咁高嘅。咁企喺上邊咧就可以飽覽到北溫哥華 Capilano 河兩岸原生態嘅景色啦。咁橋嘅對面咧就係自然生態教育區，咁呢啲都係溫哥華嘅原本動物。咁三文魚咧可以話係溫哥華河流裏邊最有代表性嘅動物之一啦。Richmond 咧係最有代表性嘅華人聚居社區嚟嘅。咁大家睇到咧，周圍都有中文字嘅，好似翻咗香港嗰種熟悉感覺啦。咁大家一齊睇睇裏邊嘅超市到底有咩買？呢度啲莓類咧真係好平啊！咁2盒士多啤梨先5蚊加紙，咁大盒7蚊加紙有找。車厘子咧就8蚊1磅有找。咁呢度盛產三文魚，價錢當然係平啦。咁大樽豆漿7蚊有找，可以飲好耐喎。如果嚟到溫哥華咧，中意食哈根達斯嘅朋友咧，就一定要嚟呢度試一試呢個家庭裝啦。2個家庭裝9個9毫9，平均計咧就20幾蚊港紙一杯家庭裝嘅哈根達斯，係咪好抵咧？1.18 lit 嘅 Starbucks 咖啡7個2毫8，真係熱量爆燈啊！2個半 Snickers 有士多啤梨味嘅柳文糖4個4毫半。我發覺呢一度咧就係咧汽水啊、甜品啊、糖啊嗰啲咧就非常之平。嗱，大家睇下呢個百事可樂。北美嘅嘢特點大份啊！大家有冇見過18公斤嘅米啊？大家都知道咧，西方國家咧，如果買餸煮飯咧，其實都唔算貴嘅。咁但係如果買熟食嘅話咧，或者係堂食咧，咁價錢咧其實咧就一啲都唔平嘅。咁大家睇到呢度 Food Court 嘅3餸飯成16蚊加紙喎，咁啊呢個真係貴過香港喎，反而。咁中意滑雪嘅朋友咧，一定要嚟到呢個 Goose Mountain 啦。咁但係我唔識滑雪嘅，但係唔緊要，咁一樣都可以坐纜車上去行下山，同埋睇下動物嘅。咁 Goose Mountain 咧係2010年溫哥華冬奧嘅時候咧，其中一個聖火傳遞嘅地點嚟喎。而家去到 Goose Mountain 嘅山腰啦，其實氣温咧都係得5、6度咁上下嘅啫。其實就算去到5月底、6月咧，都會好似香港冬天咁嘅天氣。咁呢隻咧就係北美嘅野生棕熊，大家睇下幾大隻。